中山富人區海欣新城，11,000蚊嘅單價送埋你全屋家私家電，究竟咩料？上去睇下。嗱，就係呢個 view 啦，真係幾舒服嘅。嗱，咁鬼熱都有人喺度打高爾夫，呢個就一定係真愛啦。呢度咧非常之靚仔嘅一個景觀啦，都算係日本 YKK 嘅鋁合金門窗，超級厚實嘅呢個交付標準。我哋嘅交付標準咧亦都唔錯噶，上面雕花吊頂啦，同埋呢一個人立嘅空調啦，仲有呢一個國際嘅門鎖。呢一個廚房咧120方嘅單位嚟嘅，仲有個生活露台添。生活露台望出嚟咧就係呢一個海欣新城嘅富人區，亦都係相當之靚仔嘅。方體嘅3件套亦都唔錯啦。咁我可以睇睇房間嘅話咧，一共做咗4間房嘅。咁我哋呢度係交付標準俾到你嘅呢一個歐派嘅吊櫃咧，咁同埋呢一個位置咧都可以做一個壁冚櫃嘅，120方都算不過不失啦。咁再睇埋呢一間房，哇！最緊要呢一間房咧係景觀靚啊！呢一度再一間可以做長輩房啦。咁呢一個咧係另外一間房嘅細房嘅話咧，望出去嘅視野咧就差少少啦。再到呢一間房可以作為一個雜物房或者兒童房去使用。呢一度望出去咧就係海欣新城嘅富人區。最後嚟到你嘅主人房，我覺得亦都係相當唔錯嘅。洗手間咧就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嘅例牌啦，唔使講啊呢啲。跟住再睇睇呢一個 view 係我最正最中意嘅啦。但係如果呢一幅牆嘅窗咧做大啲咧，會更加之舒服嘅。就一個依個冇間，有興趣嘅朋友，評論區666發多啲資料俾你。